レコード20190511の222224は人々に開会地への儀式に参加するよう説得しました。韩文。已经选择韩文，但是还没有变过去呢，还没有变成韩文呢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你看，还要选南韩呢。没有，马上变成韩文的嘞。IECORD 2019-05-222224确人来参加开智会的仪式 MP4。哦，原来要按这个。이코디 019051을 -222224。按韩文啊，但是字怎么没有变韩文呢？那个音应该是韩文。哦，原来是按这个了。你看韩文、南韩的，已经选了南韩了。那这个字怎么还是日文的呢？刚刚日文呢。이코디 019051을 -222224。但是你念出来是韩文呢，韩语。那也没有办法念其他的。或者先试试看泰文，泰 T 开头的吧。这么多语文都能够念了，好厉害哦！人类的智慧可以发展成这个样子。AI 人工智慧，泰语，泰里呢？是这个泰吗？泰语咯，泰语咯，要听泰语咯。Record 2010-905-222,22424ฮาเรนนิไก่ฮุยซีฮุยโนยีเอสแอดไอนิแคนเจียซูรุเอลทูโอเดอชิมาชิตา对，这个泰语的音调没有错，这泰国话的音调没有错。再听一次。Record 2010-905-222,224ฮาเรนนิไก่ฮุยซีฮุยโนยีเอสแอดไอนิแคนเจียซูรุเอลทูโอเดอชิมาชิตา对，这个是泰语的声音。原来字还是日文，但是声音从这里选了以后，这个现在依照所选的发音啊，选那个越南的，这个是越南吗？先选越南的哦，听声音看看。原来要按下去。Record 2019-5-222,224都有广告，麻烦就是。再听一次。Record 2019-5-222,224哎呀，很神奇哈！你看日文也听了，韩文也听了，越南文也泰文也听了，越南文也听了，中日韩泰越。哦，能够处理这么多，很厉害。中日韩哦，泰越哦，都有听了哦。来听一下英文的，还有分这么多哦，英文还有分这么多呢。菲律宾的呢？菲律宾的跟美国的会有不一样吗？先听English， Philippines。
先听菲律宾的，要听菲律宾的。Record 20190511 minus 222,224. Record 20190511 minus 222,224. 诶，中文不会换成英文哦，只有念那个英文的数字哦。哎呀，奇怪耶！英文含美国的 United States 美国的哦。Record 20190511 minus 222,224. 竟然是记忆体不够，那还会造成事情没有办法做好。